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77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77天，同時也是哈梅内爾穆杰塔巴音信全无人間蒸發的第77天。就在這77天，東王到東大來訪問，給伊朗造成了不小的一個震動。為什麼這麼說？明顯看出伊朗那邊有點慌了。我們先看看發生了什麼。東王這次到東大訪問，從表面上看，東王還是很開心的，中規中矩。因為東大對東王的招待也是非常盛大、熱情。從婚姻儀式是吧？從下飛機開始，一直到參觀，我看東王還破天荒的喝了酒，不知道是茅台還是香檳，反正這個我沒太看清楚。白色的，反正不是健怡可樂。他喝了一小口，應該是酒。據說東王是不喝酒的，也說明他心情比較好。東王基本上是中規中矩，媒體報道的，咱們看到的，至于他們內部會談的是什麼樣，咱不知道。東王在這個致辭上面還拿了一個本子是吧？照着本子念，沒有信口胡來是吧？沒有信口開河。人家講的是從孔子是吧，講到富蘭克林，再講到華盛頓，再講到我們的人民都是熱愛生活、積極向上，也就是說兩國人民都是那種喜歡成功，不喜歡躺平，這個意思，或者說我理解的有偏差，這個大家自己可以去看。我覺得這個東王講的比較中規中矩，還是不錯的。這跟他來之前咱們分析的差不多，就是雙方回憶過去美好的時光，在展望未來的這種幸福。實際上是，我覺得東王很多問題上面這次來是探底的，你得交個底。你比如說這個俄烏，比如說波斯灣局勢，你這邊到底什麼態度？這一次底已經交了。我們看白宮，他5月14號發了一個會談紀要，特朗普總統與主席的會談紀要。為了這個節目能夠順利的播出，所以很多詞兒不能提。大家也知道，這個確實是一個黑色幽默，但是大家心裡都知道，所以一點都不影響大家理解。2020年5月14號，白宮說，在東大舉行的雙邊會晤，特朗普總統與主席舉行了一次良好的會晤。特朗普總統與主席舉行了一次良好會晤，雙方討論了加強兩國經濟合作的方式，其中包括擴大美國企業進入東大的市場准入，以及增加東大對美國產業的投資。美國多家最大型企業的領袖參加了部分會談。這特朗普還說了，我這次來有很多美國的企業家想來，但是我只帶他們的一把手。我記得應該很多人都看了這個視頻。兩國元首還強調，需要在阻止芬太尼潛艇流入美國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基礎上進一步努力，並增加東大對美國農產品的採購，也就是還是你這個是最大的市場，你還得多買點美國的農產品。重點來了，雙方一致認為霍爾木茲海峽必須保持開放，以支持能源的自由流動。主席明確表示，這個東大反對該海峽的軍事化以及任何徵收通行費的企圖，並表示有意採購更多美國石油，以減少大國未來對該海峽的依賴。這可不是個好消息，大國也從美國買石油。大國大家知道是，這大國和印度是最大的這個市場，大國現在是最大的市场，印度是未来最大的市场之一，沒毛病。如果你霍爾木茲海峽如果不能通行，你還在這收費，你整個的海灣國家你們都遭殃。以後美國的石油，什麼委內瑞拉的石油全部來了。最要命的是下面一句話，兩國一致認為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這麼一說，就宣告了朗子這個棺材板上的釘已經釘上了。這就是特朗普他訪問他這個底線。大家要知道，這是白宮發的會談紀要，也就是美國他肯定只公布那些對他感興趣的，他要達成的那这些東西，那就是這些，也就是對美國的角度是對他們是好消息。你比如說斯里蘭卡問題，他上面就沒提。那我想大家可能看了這個大國的這個通報，那通稿裡面肯定是特朗普跟盧比奧，那肯定是貫口是要背的。大國的這個通稿，那肯定只報大國感興趣的，也就是雙方在一起談了好幾個小時，談了好幾輪，但是对外公報的時候，那都是報自己感興趣的，
這個大家都能理解。所以說我們看白宮報的這個，那你說伊朗是不是棺材板上的钉子已經釘上了？伊朗想把霍尔木茲海峽拦起来收费，你说誰能支持他？除了胡锡进老師，除了印度的版本，這些無腦的拿霍爾木茲作為武器。胡锡进老師這70來天天天在鼓吹什麼叫不對稱優勢、非对稱優勢，叫什麼啊？海峽武器化，叫什麼？伊朗可以掏襠插眼。這回胡锡进老師要对齊顆粒度了，不能再這麼說了，再這麼說也可能要挨大嘴巴子，對吧？咱們節目一直說啊，胡锡进老師，你雕盤歸雕盤，你不能把屎盆子雕回来，是吧？這個大國已經表態了，別想着在霍爾木茲海峽收錢，別想着攔住霍爾木茲海峽，沒人支持，而且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剩下的跟美方的分歧是什麼？說方式的問題。那大國的意思就是咱們能談盡量談吧，能不動手就別動手。特朗普说，特朗普和以色列就是能動手就別談，就這意思。把談也能解決問題，那早就解決了，不解決不了嗎？這要動手。所以說雙方分歧就在這兒。那東大的意思就是你動手的話也不要搞得血呼呲啦的，就這意思啊，適可而止。好，這個話音剛落，朗子那邊就着急了。兩國會談期間，伊朗的動作也非常頻繁。伊朗電視台宣布，從昨晚開始，一共有超過30艘船只通過了霍爾木茲海峽。這個是2月28號以來啊，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以來，這是通行船只最多的一天。根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話透露稱，伊朗已決定允許多艘東大船只在遵守伊朗海峽管理協議前提下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相關通行已於昨晚啟動，太巧了是吧？這個伊朗人說，此舉是在兩國外交部長推動下，以及基於東大與伊朗兩國深厚的雙邊關係和戰略夥伴關係進行的。專家認為，這一基於伊朗內部協議的舉措抵消了外部勢力利用海峽施加政治壓力的可能性，強化了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智能管理地位。有媒體報道，這個伊朗已批准數十艘大國船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過去2天來，已經看到超過10艘大國船只離開霍爾木茲海峽。5月14號，伊朗法爾斯通訊社援引消息人士話報道稱，在遵守伊朗海峽管理辦法的前提下，伊朗簡化大國船只在霍爾木茲海峽航行的程序，允許部分大國船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但是伊朗人搞錯了，你讓幾艘大國的船只通過，這個是沒有用的。大國已經表態了，要求恢復到以前，你也別攔住個，就霍爾木茲海峽叫自由通行，不僅不支持收費，也不支持伊朗去管理。那伊朗人說，我允許你大國的船通過，這沒有用。這個我們以前節目說過了，你說允許大國的船通過，這個船是非常難以這個界定。大國不是要求大國的船通過，大國實際上是要求這個地方通行無阻。我想這個大家都能理解。你只要這個地方不是通行無阻的，那大國的貨物它就沒辦法流動。大國的貨物到中東到哪兒去，它不是大國的船在運，大國的船只是運一部分，很多都是什麼國際上其他的遠洋巨頭在運大國的集裝箱運到中東，你不讓它過，那還不是不讓大國的貨過嗎？所以這個伊朗人他以為讓幾艘大國的船過以後，大國的只要掛着大國國旗的船都可以順利通過，沒有用。大國要的不是這個。當然了，伊朗人也表達了不滿。怎麼不滿？這個伊朗的外長阿拉格齊他不是到印度嗎？參加什麼金磚外長會議。阿拉格齊下飛機後面對媒體，用一句話定調了伊朗在金磚峰會上的核心目標：金磚國家不應在中東這場由美以發動的侵略戰爭中保持中立，而應明確譴責以色列政權以及美國，並全力支持伊朗。這就想多了，他要求金磚國家2個印度、巴西，還有這些國家，還有南非，你讓他們譴責美國，這不是喝多了嗎？阿拉格齊的訴求層層遞進，不局限於外交聲援。阿拉格齊明確提出了一個要求清單：第一，金磚成員應發表集體政治聲明，對美國和以色列進行明確譴責。第二，他呼籲各國超越口頭支持，
在雙邊貿易中直接向伊朗提供無償援助，並在經濟領域與德黑蘭展開特殊有效的合作，以幫助伊朗經濟突破美方的極限封鎖。在德黑蘭看來，這不再是旁觀者可以置身事外的區域性衝突，挨揍了打不過人家找幫手，把金磚聯盟當成了叫正義聯盟。這伊朗人阿拉格齊算是哭錯了墳頭，進錯了廟門。這個金磚國家是以經濟發展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它不是一個什麼政治，更不是什麼個軍事聯盟，它僅僅是因為大家的經濟有某些互補性，經濟上面總體上都處於在發展中的這麼一個國家，在後起之秀是吧，奮起直追的這麼一個階段，這些國家一個聯盟，它不是一個政治聯盟。不像北約或者叫吉安組織。那阿拉格齊這個態度，也就是說你們這些金磚成員國，你不能保持中立，你要倒向我們。結果某些國家連中立都不中立了，倒向美國，讓親者痛仇者快。所以我們又回到霍爾木茲海峽收費管理這個事情上面。全球有哪个國家真正的說支持伊朗攔住霍爾木茲海峽收費呢？那只有正義聯盟大哥。你攔住霍爾木茲海峽收費，對大哥來說最有利，因為你那兒最亂，你那兒越亂，大哥這兒油才能賣得痛快啊。以印度為例，那印度被美國一制裁，他就沒辦法從俄羅斯去進口油了，印度沒辦法就轉向中東，向沙特、科威特、卡塔爾這些國家買油。結果你的霍爾木茲海峽一亂，這印度也沒辦法從那兒買油了，又得去找俄羅斯。所以只有正義聯盟大哥是真心的希望朗子收費，你收得越高越好。你最好把這霍爾木茲海峽給堵死，一滴油都出不去是最好的。油價越漲，俄羅斯越高興。剩下的除了俄羅斯，恐怕沒有其他國家再願意看到攔路收費。特朗普也不知道是在倒時間差還是在幹啥，反正是大半夜了又在發社交媒體。他在真相社交上發了一個帖子，他說當主席非常優雅的，也就是非常含蓄的提到美國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時，他指的是我們在瞌睡橋、拜登和拜登政府4年期間所遭受的巨大破壞。在這一點上，他是100%正確的。當然了，這是特朗普單方面說法，到底有沒有這麼說，這不太清楚，而是特朗普自己說的。我們的國家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開放邊境、高稅收，每個人都跨性別，男人參加女子體育項目。什麼糟糕的貿易協議、猖獗的犯罪以及更多其他問題。事實上，主席祝賀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如此多的巨大成功。2年前，我們實際上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主席。但現在，美國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熱的國家，希望我們與大國關係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和美好。怎麼說？拜登民主黨給董王造成了心理傷害啊，這個恐怕是終生都難以磨滅。你就到了大國是吧？享受了這樣風光的待遇，又喝了酒，完了之後就這種待遇，他恐怕很難從其他國家，更不要說從美國，他享受不到。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沒有這個開心，他反而又回憶起自己悲慘的這個是吧？5年前。這是一種什麼心理？就是他到現在為止還在死磕瞌睡橋。總之，功勞都是特朗普的，所有的錯誤、缺點、失誤、失敗，那都是瞌睡橋導致的。但是也有人分析，恐怕特朗普把這個主席說的修昔底德陷阱，特朗普這人理解能力很強，超強啊，提了一個西底德陷阱。特朗普認為這是在委婉的批評美國在衰落。當然了，他把這種批評認為是對拜登的批評，是對拜登領導下的美國的批評。特朗普還說，特朗普政府用16個月向世界展現了驚人的崛起，包括歷史新高的股市和 401k 計劃退休金，委內瑞拉的軍事勝利和繁榮關係，對伊朗的軍事摧毀叫未完待續，也就是後面還有地球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經濟強國再次崛起。現在美國是世界上最火的國家。那麼特朗普的意思，也就是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未完待續，敬請期待下集。這個 NBC 報道說，美國伊朗談判破裂，戰爭可能要重新開始。五角大樓準備為這場戰爭重新起個名字，叫大錘行動或巨錘行動。這個也很有意思啊，這個是一個轉變，從史詩怒火轉變到大錘行動。
怎麼說？這不僅僅是簡單的這2個階段，前面一個階段結束了，現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而是你看史诗怒火多少帶點什麼情緒色彩，怒火發怒，对吧？就是憤怒到極點，史诗怒火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帶有情緒在裡面。而這個巨錘行動，它就顯得就很冷酷，沒有任何情緒在裡面，大錘子掄就完了。某種程度上也標誌着特朗普他心理轉變，前面還抱有很多這種情緒上的東西，很多期待，比如談判那一些的，現在已經經過一個多月的極限拉扯，特朗普已經沒有了這種期待，沒有了情緒，就是冷酷无情，大錘錘服為止，就這個意思啊。所以叫巨錘行動，憤怒沒有了。那伊朗人馬上就回擊。當地時間14日，伊朗外長阿拉格齐表示與伊朗有關的任何問題都不存在所謂的軍事解決方案，伊朗從不屈服任何壓力或威脅，伊朗已準備好為捍衛自由和領土而拼殺，但同時也準備好繼續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問題。他還強調，地區不穩定對各方而言都是雙輸，意思就是你別打，打了沒用。美國眾議院再次否決了一項限制總統对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決議，投票結果是以212票對212票，未達到通過所需的多數票。該決議要求總統在30天內將美軍撤出衝突區域。這是眾議院第3次嘗試限制對移動武權力衛國。此前3月和4月類似提案均被否決，參議院也多次拒絕相關戰爭權利法案。儘管部分議員日益擔憂國會仍未能阻止對伊朗的非法軍事侵略，使華盛頓的戰爭機器幾乎不受約束，這是俄羅斯通讯社報道。那不管他是從哪個角度來說，這個對伊朗來說都不是好消息。也就是特朗普發動軍事打擊，那是隨時的事情，沒有什麼權力上面的障礙。盧比奧他在飛機上說，在這空軍1號上，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盧比奧他警告，他說伊朗正瘋狂囤積導彈、無人機，為其核武器計劃護航。如做事僅1年，整個中東海灣地區將陷入危局。全世界都看到伊朗正在積蓄常規能力，屆時他們將擁有海量導彈和無人機，足以壓倒任何人的防禦。一旦他們擁有這種能力，就沒人敢對他們的核計劃採取行動，因為他們會直接攤牌。如果你敢攻擊我們的核設施，我們將摧毀海灣地區6個國家，而你根本無力防禦。你不會有足夠的愛國者防空系統，因為你要面對的是蜂群式無人機、饱和式火箭彈輪番衝擊。伊朗已經無限接近臨界點，再過1年就將徹底達成這一戰略能力，到時候就是養虎為患，為時已晚。杜比奧說，總統認為這是絕對不可容忍的風險，普通人很難看懂其中的深層關聯，但這種邏輯鏈條無比真實。伊朗正在瘋狂量產擴充庫存，導彈無人機數量達到恐怖級別後，外界將再也不敢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一旦動手，整個中東都會承受災難性後果。只要拿到這種戰略豁免權，伊朗下一步必然全力謀求核武器，這是早已明牌的套路。說總統絕不會允許這種局面在任期內發生。所以說董王下令武力解決，這個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你談判談了47年了，沒用。這個博爾頓他評論，他說在47年裡，德黑蘭從未一次都沒有放棄過獲取核武器的戰略目標。博爾頓在採訪中逐一列舉伊朗的記錄，不在制裁下放棄，不在外交壓力下放棄，不在軍事打擊下放棄。他用了3個動詞定義了伊朗的行為模式：撒謊、欺詐、違反協議。據他描述，伊朗的欺騙行為包括2007年在敘利亞沙漠中秘密建造槽陷叫寧邊核反應堆的仿制品，這一設施在當年9月被以色列炸毀，成為伊朗核計劃最具標誌性的隱秘證據之一。但博爾頓最尖銳的指責指向了當前談判桌上一個被集體忽視的盲區——核盲區。他說，當美國談判代表如機關般聚焦於伊朗約440公斤、豐度為60%的濃縮鈾時，布什爾核電站的泛燃料池裡正沉睡着一個更為龐大的潛在威脅。根據俄羅斯國家原子能集團的數據，布什爾反應堆
現場存储了210吨泛燃料。核专家交叉驗證了這個伊朗反應堆運行日志後，計算出這批泛燃料中含有足以制造超過200枚核武器的原料。相比之下，伊朗現有的高濃縮鈾儲備估算僅足以制造11枚核彈。也就是核電站運行之後它那個大量的核廢料裡面，如果經過它的提煉，可以得到核武器的原料叫鈽。波尔頓警告，布什尔反应堆的泛燃料問題是美伊核談判中一個房間裡的大象。如果一份協議不要求完全消除布什爾的鈽風險，它就是一份不完整的協議。也就是你光把它的400公斤的60%丰度的濃縮鈾給弄走都沒有用，你還得把它的所有的核設施也給它拆掉。最後我們再看一個，雖然二哥對三弟說了不，但是正義聯盟大哥還是在給三弟叫打氣加油鼓勁。俄羅斯对外情報局局長謝爾蓋·納雷什金表示，美國和以色列未能在伊朗取勝，德黑蘭仍然擁有相當強大的軍事潛力。納雷什金對記者說華盛頓和特拉維夫曾期許取得相對輕鬆的勝利，但這沒有實現。伊朗人民、伊朗全國和武裝力量都展現了勇氣和堅韌。伊朗至今仍擁有相當強大的軍事潛力。他指出，波斯灣地區的軍事衝突只能被認定為以色列和美國對主權國家伊朗發動的無端侵略。俄羅斯外長拉夫罗夫也對這個伊朗外長阿拉格齐進行鼓舞鼓氣。拉夫罗夫補充說，兩個人先是討論了旨在解決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引發武装衝突的談判進程。這個拉夫羅夫說，維持停火和當前脆弱的停戰局面十分重要，並強調必須防止破壞政治外交努力，以推動達成全面的以美協議，為地區局勢實現長期穩定正常化鋪平道路。潛台詞比較簡單，也就是三弟接着上，大哥在後面支持你。那我們就要等着特朗普打道回府，恐怕這個波斯局勢就要發生變化。以前特朗普或者外界分析總把特朗普這個訪問當成一個節點，相比較伊朗這事情，訪問非常重要，對特朗普來說，所以不能互相干擾。那現在好了，訪問這個事情結束了，有沒有取得成功，有沒有大獲全勝，這咱不知道。總之這個事情結束了，那麼特朗普就會一心一意的、心無旁騖的來對待中東的局勢，他就不再受外界干擾了。更何況特朗普这一次他是達到了部分目的，至少是大國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跟特朗普完全一致，只不過是方法上面、路線上面不一樣而已。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